屬虎今年都叫做太歲雙合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係比較穩定嘅。因為屬虎嘅你喺2025就叫做太歲雙刑，就是非比較多，皮膚腸胃麻麻地。咁今年春天都要留意皮膚腸胃，因為每年都會延續嘅，所以今年春天稍為要留意。咁入到夏天，各樣事情比較穩定啦。咁不過屬虎今年就比較中游嘅生肖，因為一粒吉星都冇，所以今年嚟講咧，就人緣運就麻麻地，又冇外來貴人輔助。不過屬虎咧，財運排第2喎，因為屬虎屬兔，今年都係財運年，所以雖然冇吉星，但係都係唔錯㗎。咁冇吉星，唯有自己靠自己親力親為，積極少少啦。咁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即使冇吉星都啦，憑個人力量咧都能夠有機會睇高一線，都進步得比較快㗎。咁如果生喺3月6之後8月8之前咧，因為今年冇吉星，即使財運年都啦，就都係要積極進取，但係咧個心咧就要放慢少少，就得就得，唔得就盡咗力就算啦，就唔好咁心紅啦。總之都係退手就穩陣少少嘅。咁空星有咩？空星係指背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箭手運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。既然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就唔知邊個啦，係咪？唔知邊個就冇辦法啦，最多自己就樣嘢就行得正企得正，盡量唔好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講咧都係是非，唔係真係發生嘅事，咁就希望好少少啦。所以屬虎嘅你今年財運排第2，人緣運咧都排第7，因為咧馬年屬虎咧都係太歲3合，合都係人緣好嘅，所以即使冇吉星相助，今年運氣都係 OK。